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医疗，聊一聊集采、医保支付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种种制度变革之下，这些医院都是怎么生存。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它是介绍这个医院里面的中医科是怎么逐渐走红的。它文章的标题叫骨科式微后，中医科正成为医院里高利润科室。文章说，集采、医保支付等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正在重塑公立医院内部的运营逻辑。曾几何时，说骨科稳坐医院内部创收科室的头把交椅，风光无两。但其他科室只有主任级别才有机会参与行业交流会时，在骨科一度排都排不过来。各大骨科耗材公司早就覆盖了各级医院，连2级医院都成为兵家必争之地，那就是骨科的利润高，油水厚。如今在一些医院同行眼里，骨科却成了一个民生科室，医生们眼巴巴地期待着集采砍下的骨科耗材的费用能让相应手术的医疗服务费有所上涨，医生获得合理收入。而昔日一度是一些医院为应付检查而不得不设的中医药科等科室，正在凭借较高的利润率和医保友好，被面临深层压力的公立医院重新重视起来，上演了孔雀东南飞的一幕。说多位受访者向我们一一细数了当下中医科在公立医院中的种种优势。中医影片享有 25% 的加成，多在门诊治疗，几乎不受支付方式改革限制。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提高了中医诊疗价格，不需要大型设备，更多消耗人力成本，所以成本也很低。种种利好之下，中医科给医院带来的是实打实的收入，开始引起院长们的注意力，成为了不少医院大力发展的新着力点。说被院长重视的中药科，说这几年我们意识到中医的重要性。以前中医科更多作为综合性医院不得不配备的科室，中医力量储备也不太足，但现在情况变了。说这句话的人是江苏阜宁县人民医院院长季成甫。从2023年下半年起，阜宁县人民医院开始重视其中医科室，中医师的培养需要时间，这家医院就从可以更快见效的中医护理入手，拓展了穴位埋线疗法、艾灸、针灸等治疗。患者很喜欢这里的护理服务。说这个院长说，此前该院中医护理服务有午休时间，后来有患者提出他们只有中午才方便前来治疗，该院就增加了这一手段的护理服务。他说，我们前期的探索应该说尝到了甜头。季成甫总结道，让阜宁县人民医院思路发生转变的原因在于当下公立医院的深层压力。虽然阜宁县人民医院基本保持收支平衡，还略有盈余，可以用来采购新设备，增加职工福利，但可以说亏损的风险在时刻威胁着我们。当然了，这种困境不光是阜宁县人民医院独有。2023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展中心研究员郝晓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1半以上医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债问题。造成负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公立医院的无序扩张外，医保改革对医院运行逻辑重塑也在逐渐显现。他说，集采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等，所有的改革都指向降低物耗，增加人力价值。当医保控费逐步严格，以药养医、以耗养医等传统逻辑不在，医院传统强势科室利润逐步走低，医院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怎样多开展一些不依赖于药品和设备的，更多依赖于医护人员技术的医疗服务，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方向。季成甫说，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靠人肉电池，不需要投入设备吗？买那些精密的什么设备，你只要上人就行了，人矿，人的成本最低。方向其实很明确，中医科、临床心理科、产科、口腔科等不依赖医保或者医保友好的科室，成为各级公立综合医院发展的重点。在这些科室之中，又以中医科发展前景最为明朗，不少政策都在鼓励中医科的发展。目前中医的支付方式改革
革尚处于探索阶段，仅南京、广东等地开始探索。更重要的是，中医以门诊诊疗为主，即使是针灸、理疗也在门诊进行，不受支付方式改革的影响。其次，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虽然也开展了集采，但尚未形成规模。中药饮片享受25%的加成，虽一直争议不断，但短时间内不会被取消。不会取消25%加成，是因为中药饮片不仅对储存条件有着极高的要求，还存在着霉变等损耗，成本较西药和中成药等更高。而且中药房仅服务于中医科，人力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还有此前备受争议的中医诊疗定价低的问题。近些年，经过几轮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后，不少地区的定价都来到了较高水平。比如2019年，湖南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重点调升中医类项目109个，总体价格上调幅度15%，其中包括将中医骨折手法整复术从130元调到1000元，上调了足有6倍多。这涨价涨得很，130到1000，不涨了800-900，果然中医利润大呀。从湖南省医疗服务价格指数的分类变动情况来看，以2018年为基期，3年来价格指数涨幅最高的是中医类177.8，较涨幅第2位的诊查类127高出50多个点。中医类价格指数显著高于其他类别，体现出医保对中医医药技术的支持力度。这些中医诊疗更多消耗是人力成本，不需要大型设备，物耗占比极低，利润率较高，可以给医院带来实打实的收入。在医保政策之外，2024年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指南2024版》，其中提到3级综合医院全部设置中医临床科室，并根据临床专科发展和建设情况设立中医病床，原则上床位数不低于医院实际开放床位数的5%，也就是政策向中医中药倾斜。在政策的鼓励下，选择中医的患者数量有所增长。集采和支付方式改革之后，来看中医的人确实增加了。一家医院的中西医结合科主任李维表示，从数据上看也证明了这一变化，说无论是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还是非中医类医疗机构，中医类科室、中医医疗服务量在近几年间都有迅速增长。根据历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5.4亿，比上年增加3.1亿人次，增长25%。中医类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比例迅速增长。2021年、2022年、2023年这3年分别是16.9%、17.2%和18.8%，也就是中医的这个服务总量占比是不断的提高。所以中医科室正越来越成为医院不可忽视的存在。中医科能缓解医院的深层压力吗？这个文章给出了很多数据，得出个结论，他说越小的医疗机构里，中医科越能发挥高利润创收作用。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室诊疗服务量占机构诊疗量之比持续上涨，两者从2015年的7.9%、5.4%分别上涨到2021年的9.9%和8.4%。2023年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同类机构99.6%，乡镇卫生院占99.6%。换句话说我国绝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覆盖了中医服务。在不少基层医院，中医服务因为患者量多，正被当作医院特色进行建设。浙江一家乡镇卫生院一直将中医科当作特色科室，说我们中医是内外科都看，一些肿瘤病人到杭州开药方之后，还会拿药方给我们看能不能调整。该院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院一年中药营业额可以达到200-300万元，说此前收入更高，能达到400万元。当地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建设了一座旗舰中医馆，使用面积达到400多平方米，有4名中医药师，可以开展中医骨伤接骨
针刺、灸法、颈肩腰腿推拿康复治疗等中医诊疗服务。中医骨伤科已经做出了品牌效应，各个地方的人都会来，不只是区域内的。该中心院长表示，但是走出小区域，中医科在多数大型三甲医院里，那仍然是锦上添花的存在。也就是正规的大的三甲医院里面，那中医科那占比肯定还是不大。对于综合医院来说说中医科收入所占份额不大，它的提升不足以影响到医院整体的收入。一家县级医院的院长告诉作者，他说中医医师的收入更多依赖中药和中医技术，就连检查也多采用望闻问切等传统方法，检查检验相对较少，能给医院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有限。但中医中药的广泛应用不仅能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也能给医院带来非常明显的社会效应，这个就有歧义了。中医中药不一定能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说李维也认为，中医科室虽然这2年火热了不少，但中医科室的发展对医院整个营收而言杯水车薪。在他所在的医院，中医科收入一直在全部科室中排名垫底。说我们科有8个人，每年将近3000万的收入，说起来人均创收是很高的，但如果和医院其他科室相比，比如说超声科几十人，每年收入过亿，从总额来说，中医科的总收入远远不如其他科室。即便是阜宁县人民医院情况也类似，和之前相比中医科收入有了增长，但横向对比超过内外科是不可能的，甚至比起皮肤科，中医科也还差不少。院长说这与中医科室的历史有一定的关系。此前中医科在不少医院是作为政策性必设科室存在，在较长的时间里可有可无，比较鸡肋，就是政策规定你这医院必须有中医科，要设一个，那医院为了完成任务就勉强设一个挂在那儿。一位医院管理专家一语道破中医科的尴尬地位，说即使近些年备受关注，其地位也很难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根据记者了解在一些综合性医院，中医科通常只有门诊没有病房，甚至门诊也处于门诊大楼的边缘位置，在夹缝里开门诊。有一家医院中医科不在门诊大楼里而在外面，有患者就诊时甚至会问你们是外包的吗？场面一度很尴尬。还有一个现实是，即使在中医院里，仍有大量的患者采用西医的方式进行治疗。为此，有关部门还对中医医院提出了中治率等考核指标，这叫中医医院里面是采用西医治疗，所以这个监管部门又要求叫中治率。你说说，这都是叫无事生非。什么叫中治率呢？即患者在中医医院进行治疗时，使用中药产品或中医药技术费用占患者所有看病总费用的比例叫中治率。当不同的医院准备加大马力发展中医科时，人才缺乏又成了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说现在一个难点是缺少中医师，我们和高校签有定向委培协议。今年我提了对中医师的需求，但要等4-5年后这批学生才能到岗。一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说规培周期也很长，也很有压力，如果不规培，他们又没有全科证。说中医人才短缺不止在基层，虽然中药饮片有加成，但给不到科室和医生，目前绩效刚刚够，再招一个新人的话就不够了。对李维而言呢，虽然其人均效益很高，但难以扩大科室规模。阜宁县人民医院近几年专门招收几位中医医师，只是对于中医而言，把医生招聘到医院还不是结束，离老中医还有很长的培养时间。虽然国家卫健委支持非中医类别医师学习中医，就是你本来学西医的，你可以转行学中医，叫西学中，来发现和培养一批能熟练运用中医、西医2种诊疗方法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但是记者了解由于工作繁忙和对中医的不理解不认可，该培训的热度并不高，也就是人才仍是限制中医科室发展的重要因素。受医保约束小的科室正成为新的希望。说除中医科之外，在公立医院过紧日子的当下，还有一些科室也正被寄予厚望。临床心理科是这2年新发展起来的科室之一，近2年不时有临床心理科门
听弱势的消息传出，在北京大学第6医院，这个是一家非常大的，在北京是最大的一个看心理疾病的一个医院，也应该是专科医院了。在北医6院，你要想约心理治疗，需要2到6个月，以至于北大6院不得不出台自动派号功能。这就说明现在心理有问题的是越来越多，和中医科很像，临床心理科治疗也集中在门诊。国家层面仅将孤独症诊断访谈量测评项目，什么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2项康复疗法纳入医保，受医保约束小，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此之外，眼科效率高，像白内障是日间手术，新生儿够多的话，产科经济贡献也不小，可以做特需。口腔科有医保外项目，还有体检、医学美容等。一家县医院院长表示，这几个科室正好符合新医疗的特点，会给公立医院带来一定的经济补充，但还不构成重大收入来源。医院要发展哪个科室也有学问，在医院里发展某个科室，实际上是医院资源重新优化组合的过程。李维说得如优先发展科室，除了要配足人手外，还要给予绩效倾斜，吸引医生和护士前来。说北方一座县城医院近些年来支持精神卫生科的发展，不少医生都是经过培训后从其他科室转岗而来。比如我们精神卫生科的主任之前就是急诊科的大夫。这家医院的院长表示精神卫生科对护士需求多，目前医保支付还尚不完善，其收入难以支撑自身发展，需要医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在人才之外，科室发展还要配足空间，比如中医科、针灸、理疗等项目都需要门诊空间，中医科大了就势必挤压其他科室的空间，要鼓励其他科室可能需要更大的病房和更多的床位，那么医院它就会算账，权衡利弊。对哪个科室发展绝对不是一个科室的事，是院长需要考虑的。那院长怎么考虑呢？所以看完这个文章，我有一种深深的悲哀。但一家医院本来是救死扶伤，本来是给人看病，悬壶济世，当然了，不能说它不赚钱，该赚钱。但一个医院本身它的初衷，它是为了治病，为了这个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的。但是这些院长、这些医院，他又不得不从经济效益、从赚钱考虑，这不是悲哀吗？也就是说，当一个医院把赚钱摆在第一位，那你说这个医院它能好得了吗？如果一个医院把创收放在第一位，那不就成了莆田医院吗？跟莆田医院有什么区别呢？你看这个文章里面采访的这些院长、这些医院，他们都或多或少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至少把盈利挂在嘴上，他的一切都要考虑到赚不赚钱。正因为赚不赚钱，他才决定发展哪个科室，哪个科室跟医保限制少。什么叫医保限制少呢？我不从国家那拿钱，国家那拿钱比较麻烦，让患者自己交钱，患者交钱容易，说你有病，你不就老老实掏腰包吗？你掏了腰包，他就多赚了。哪些科室、哪些医疗服务不需要经过社保的，这一块就要大力发展，这一块韭菜还有的割，不就这意思吗？你现在割社保的韭菜那是犯法，一查那就刑责，要坐牢。你割患者的韭菜那天经地义。所以说，当一个医院把盈利挂在嘴上，把利润放在第一位，那倒霉的、受害的就是这些患者。什么赚钱就搞什么，中药赚钱卖中药，理疗赚钱就搞理疗。他不是说把患者治好放在第一位，怎么让患者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好的服务，或者是把病治好，这个不是医院的重点。医院的重点是它的利润。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医院都要倒闭了，他如果不以利润为导向，他倒闭更快。这到底什么问题？你比如说前不久唐山一医院被曝破产，病人全部出院。唐山的一家3级医院破产，在唐山南湖医院作为一家民营3级综合医院，总投资20.8亿元，建筑面积14余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680张，员工超过1700人，是当地医疗领域重要力量。然而如今医院接诊大厅空空荡荡，各诊室大门紧闭。大家看视频2025蛇年春节刚过，医疗界就传出了3级医院倒闭的消息。今天多个网络平台传出，河北唐山南湖医院门诊已停诊，住院患者也被通知全部出院，医院面临倒闭。根据相关介绍，该院为3级综合医院，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床位1680张。如此大规模且已经运营7年多，却轰然倒塌，令人惋惜。而1000多医护人员如何安置，更值得关注。
医院走到破产这一步啊，背后原因肯定是引人深思啊，是医保资金拨付的迟滞，让医院资金链难以维系，还是经营管理不善、成本控制出现问题，导致入不敷出啊？不管真相如何，这一事件都敲响了警钟。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爆雷，反过来也逼着这些院长唯利是图，凡事都从利益去考虑，否则你这医院都干不下去啊。所以你看，这就变成一个恶性螺旋，医院破产倒闭。那对患者来说，治疗的连续性被粗暴打断，后续的康复之路变得更加艰难。而对于医院的众多工作人员，面临着失业的困境，生活陷入迷茫，有1000多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当前这个医院的一个现状。但这个医院处心积虑的要搞什么中医科、搞理疗科、搞心理什么康复等等这些来割韭菜的时候，当然我说的只有割韭菜之嫌，卖中成药、中药注射剂，我们谴责他。但是一方面这些医院又是举步维艰、屡屡波兵，也随时都有爆雷的可能。到底什么原因导致，对吧？是什么让中国的医院走到了这一步，逼的这些医院、公立医院莆田化？当然这顿夸张没有莆田那么邪乎。那莆田医院是在手术台上跟你要钱，加这个医疗项目涨价。你说你没钱是吧？不要紧，这边连小额贷款都帮你联系好了，你只要签字就行。你去看个病，贷款备上了，服务是多么的贴心。我想以后很多公立医院走投无路，恐怕都要莆田化，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邪乎。我记得以前咱们节目说过，当医院以利益为导向，当医生以收入为导向，那么患者就成了肉票。关于医保，关于集采，最近议论的特别多。前不久上海的20个政协委员，他在那个会议上做了个提案，给那些原研药，给患者一个机会能够用这个原研药。为什么说集采的药很多仿制药、国产泻药不泻，麻药不麻？结果这个在网上引起了争议，国家医保局立马派人到上海去调查，调查完之后他发了一个公告，好像是一个记者招待会吧，人家就专门去找这些专家去了，你所反映的泻药不泻，麻药不麻，到底什么药？他们就去查去了，查完之后还给了一个说法，说关于内镜检查肠道准备的泻药在临床使用中经常有反应，疗效不佳的说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报告。总之这个调查的结果是，你说的泻药不泻是你个人的意见，临床调研之后说没有这个现象，麻药不麻也一样。总之说来说去就是我们集采的这个药没问题。你看关于麻药不睡的说法，接受调研的医院麻醉科临床医生介绍，医院每个月平均2000多台手术，麻醉药在集采前后用法用量没有大的变化。你看看关于降压药血压不降的说法，有人反映氨氯地平仿制药疗效不如原研药，起因是个人的用药体验。瑞金医院提供了该院参与苯磺酸氨氯地平集采中重选仿制药与原研药对比的临床真实世界研究成果显示，针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采用原研及仿制氨氯地平治疗均能获得较好效果，可有效降低血压水平，且安全性相当。也就是那20多个专家，你们提案那都是涉嫌造谣。医保局的这专家组到上海去调查了，得出结论就是集采的药都没问题，每一个环节都没有问题，但是医院却要倒闭，患者不满意。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还是那句话，问题就出在那些解决问题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病不治好，咱们的病也别想治好，病根在他们身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